欢迎回到东江广播体大家好，我是给大家好朋友，我是应真。一下嚟話拳5月大啦，其實講到5月份有一個特別重要嘅日嚟，就係聽日禮拜日嘅阿美節啦。咁嚟到日大嘅時節咧，應真啲亞道邊咩有一個和老亞嘅新聞相關嘅法通，我同大家傾下來討論咯。唔過有隻法通較特別嘅素材就係唔單槍嚟，愛大量新聞人啊吼，都有刺青同沙皮，甚至咧咪希望所有嘅五星做得同有一個國際嘅觀念嘛。唔過到底係乜嘅意思咧？因為有刺青，因為講，因為有國際嘅觀念。今日要同大家來分享到一隻法通嘅名嘅吼，我覺得真的是一個考倒主持人的繞口令。名嘅特別從佢按到啲聯合國前歌舞綻放 NGO CSW68 表演藝術教育周的天數。這個這麼長的名字到底要來聊聊什麼呢？所以我們要好好跟大家來解釋。我們總共有3位來賓要跟大家一起來分享哦。首先呢，跟大家介紹到的是我們世界和平婦女會，歡迎方如。嗨，大家好，我是方如。耶，再過來咧，係利亞拜給巴給我們到 PAEE 的 Lily， 同時咩係麗台北藝術大學嘅學生也歡迎 Lily。嗨，大家好，我是 Lily。耶，還有嚟今天有嚟個人嚟節目當中東江嘅阿安，歡迎阿安。大家好，我係阿安。耶，先來問一下阿安啊，吼，今晡日係圖2位好朋友，帶着2位好朋友一起來到節目當中。既然是你的好朋友，就由你來介紹一下他們好了。好的，我先講說 PAE 這個團隊是 Performing Arts Education。PAE can help 的意思就是說，我們用表演藝術教育能夠幫助偏鄉貧窮的兒少，幫助他們建立自信心，然後就是可以有不一樣的人生這樣子。那會有這樣子的提案呢，是因為世界和平婦女會在每一年呢都會有一個年輕女力的國際參與培力的這樣子的訓練，然後是因為我去年參加了這個訓練之後呢，就是絞盡腦汁炸出了這個提案的。哇！但我們也蠻好奇的，到底這是一個什麼樣子的訓練？是不是要請我們世界和平婦女會的方如好好的先跟大家來解釋一下，到底係個乜嘅訓練，到底是一個什麼樣子的訓練呢？哦，好，跟大家說一下，就是這個培訓呢，其實是從2019年開始發起的，但是其實這個想法是我們創會一直以來都有在覺得說。因為現在普遍來說，就是年輕女性在我們這樣子的一個社福團體算是一個斷層。那我們其實很想要培育年輕女力這樣的一個世代，然後可以繼續的來為台灣的社會做出貢獻。那就是在國際參與的部分，因為可能相較來說，台灣在國際的這個局勢是不好參加的，但是辛苦一點點。對，但是還好有聯合國這個 NGO CSW 這樣的一個會議，所以呢，我們就從2019年開始發起這樣的培力，那就是從我們的第一屆開始，就雖然一開始人數很少，但是那個時候還是有順利的甄選出2組哦，然後去聯合國參加這個發表。好巧不巧遇到了疫情，結果呢，我們就沒有辦法去實體的參與會議，而且那個時候連線上的這個配套措施都還沒有出來，所以那時候兵荒馬亂的，對，太極都某幹某賽，不知所措，真的那時候很慘。然後所以就是有培力了，但是沒有辦法出去，但是我們還是覺得這個要持續下去。所以在2022年，我們一樣繼續辦了這樣的培力，然後那個時候開始開放就是線上論壇的模式，所以那個時候呢，我們接下來培力的人就是我們申請線上論壇，申請成功，我們就在線上做發表，然後是到了2022年的那個時候才開始開放實體的出國，2022算是2022的尾巴了，對，2022的尾巴，23年的3月，對，2023那個時候是恢復開放實體加線上的培力，出國的那個，所以那個時候2023剛開始出國，是我那個時候有代表去幫忙這個論壇。哇，所以從2019年開始做這個計劃，但是真的去參與，其實要到2023年，也不過就是去年的事情。對，就是實際到紐約的那個地方，但是其實這中間我們都有順利的辦這個線上的論
论坛场次这样子。然后所以那个第一次到了纽约是蛮震撼的，因为这也是我们协会第一次到纽约去办这样子的论坛活动，然后就觉得说，可以借由这个活动，不仅是带年轻女力去开拓他们的视野，而且这个机会是可以让他们去训练自己，然后炸出自己的一个潜能在的，这样炸干了，没关系，我们还是会继续帮你们补充养分的，补充那个能量。不过我也蛮好奇的是，因为刚才有提到是有一个培训计划嘛，然后最终的目标其实会带台西搞了以纽约谷，就是我们的纽约，一同其他会激荡红给星跟其他的国际的女性，而且是黑欧桑跟 Samoini 是年轻的女性一起来做交流。在那边的不一定是年轻的哦，但是台湾是以年轻为主。我们以年轻为主，因为我们就觉得说这个机会，因为我们这个毕竟是会补助大家出去的嘛，年轻女性就是在这个经济方面可能就不像就是出社会之后有这么多的资源可以用，所以我们就是特别针对年轻女性的这个族群阶段，对，所以才说就是优先是这一批女性。但我蛮好奇的是，因为刚刚有提到很多的培训计划嘛，所以实际上培训的内容有什么？我想呢，就让我们有上过课的 Lily 同太去给来做分享后嘞。我们蛮好奇的是，到底我们做了哪一些的训练？你接受到了哪一些的挑战呢？我想解释一下，就是其实我没有接受妇女会的训练，真正接受训练的是阿安。就是我说的，就是说在那个7、8月开始嘛，然后到可能就是12月底，然后我是1月中，然后才跟阿安一起，因为我需要团队，对，所以我主要就是协助实体会议的举办，然后他是前期接受训练跟筹备的部分。那我们先请问一下你的师傅，也就是阿安，到底受了哪一些的训练呢？很有趣的部分呢，就是他讲了很多关于妇女权益的一 part。那为什么呢？因为 NGOCSW 它的全名叫做这个没有背中文吗？中文他会原主安师傅在考试联合国妇女地位联合国非政府组织妇女地位委员会。哇，那这个意思呢，就是说，其实每一年在3月都会有一个这样子的会议。but 台湾呢，其实没有办法参加，就是联合国的本身的妇女地位委员会，所以联合国它就给了一个非政府组织专门用的，所以就台湾人就可以参与了。它的主要重点是这个。那每一年的主题又不一样，就是我们这次去参与的是主要重点是在于脱贫。然后，但是你要跟妇女权益相关等等的去帮助脱贫。那我在训练的时候呢，其实是我第一次认识这一整件事情。就是我以前跟这一块其实是没有直接关系的人。我相信不只是你啦，因为其实应征来气嘎了黑熊熊，你真我自己来去想象。我觉得在2024年的 Samoini 就是女孩们已经幸福非常多了，尤其是在台湾这片土地上面，包括了 Anli 州的苏豆高幼，我们可以受到教育，包括 Anli 嘞送班给时间，我们有生理假，或者是我觉得在经济上面，可能相较于以前的社会风气，我们已经好太多太多，所以我就很好奇是，那到底还有什么是需要我们好好去关注、去感受的呢？其实，在培训的过程里面，我才理解说，原来这么多，就像尹真刚刚提到的这些东西，其实不是本来就这样的嘛。对，本来可能是重男轻女的社会，等等。那其实 NGOCSW、UNCSW 就是让这一件事情越来越去改变、调整的一个很重要的动力。那我们在上课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去了解各个世界的各个国家。他们对于妇女权益现在走到什么地方，或者是台湾本身对于这件事情讲到了什么？那这也是我第一次原来有这么多东西原来这样这样子，就是有很多这种状况这样子。对。那听到这边，大家就很想要知道怎么会有这种东西？哇，你有没有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因为身为唐条各位，大家都做了来没加油3V，所以每年同台起噶好来做分享哦。唐太后堂嘅各位講向嚟到進來呢節目當中啦，今晚嚟啲呢嘅節目當中同大家來討論到嘅話題啦，就係同五星有關。唔講你唔單唱係五星咯，呢啲去談論到就係老一嘅後生嘅五星，也就係Samoini啦。所以認真來講咧，也係嘅日本新嘅話題。因為我知道2024年啲台灣嘅Samoini啊，真係喺度興旺，像大家有講到嘅，呢種地書教育啦，呢種地北中啦，呢種地上
苏董都其他三个会知道说啊，女生真的可以这样哦，但是我们就会觉得不行吗？穿得漂漂亮亮短裙怎么了吗？我觉得这个幸福有时候会让我们感受到快乐之外，其实我们觉得也要好好的珍惜。引力 N 力黑地腿吧，如果你看到全世界的话，其他国家的女性未必是这个样子哦。鼓手的 N 力就会加油伞 V N 力 C 啊，莫会给分享带两台去给他看他了一感受一下，到底在这个活动当中他们感受到了看到了什么？那刚刚阿安其实有提到是每一年他们都会在纽约来举办。那到底呢？看到了什么？感受到了什么？我们就先来问一下 Lily 好了。在今年的刚刚有提到一个主题叫做脱贫嘛，以台湾的女生来去讨论女性脱贫这件事情，我蛮好奇要怎么讨论啊？哦，了解，就是以我们来讲，就是一开始我看到这个脱贫主题，我也会想说，就是现在好像这个问题好像没有那么严重，对，但是就是像我们这次聚焦的，就主要是在。就是以台湾来讲，我觉得比较不是脱贫，而是说就是贫富差距这一块。因为就是偏向的孩子，其实他们能得到的资源也是相对有限的。所以我们这一次用的主题是表演艺术教育，然后我们就有邀请一个就是叫做高雄六龟的尼布恩合唱团，然后他们就是那些参与的孩子，就是在这个合唱团真的就是得到了出国的机会。然后也真正影响他们人格，所以就是这部分就是很有价值的，所以我们就是把这个东西，然后带到纽约这个平台去分享。那当时为什么会特别想要邀请这个合唱团？是你们决定出来的吗？还是就是我上网肉搜全世界各地，用表演艺术教育在帮助这些贫穷偏乡儿少有哪些单位？然后就发现，在台湾六龟，我们自己就有这样子的一个单位。那其实他们不是只教合唱哦，他们还会有课辅班。所以这些孩子们他们在这个念书的这个过程里面，可能以往的家长对于这些孩子的要求就是我们家不是就六龟有个小店，所以你们就是也不用念太高，就是回家接家里的小店就好了。对，但是没想到他们参加了合唱团，然后视野不一样，然后陈医师就是主事者，也有带入了这些课辅班，所以这些孩子就发现我在合唱，我得到了这些自信。原来我学习一件事情，我可以有成就感，我把这件事情学好。那原来我也可以把书念好，所以他是一个一个的再去环环相扣，对，去改变他们的，然后发现原来我可以把书念好，那妈，我可不可以念大学？就是这样子一步一步的过程，所以我觉得就是陈医师他们真的是就是花了那么多的资源，然后把这些事情给了这些偏乡的孩子。因为我觉得其实这个活动还有一个很有意义的地方是开拓我们的视野，因为有时候我们认为的幸福其实是在我们的同温层里面，但当你走出了这个同温层之后，你就会发现其实世界各地每一个地方大家都有需要被帮助，或者是呢其实可以做得更好的小点嘛。所以像以今年脱贫为主题啊 Lily 你自己去纽约不但唱黑带台湾的东西勾一带台湾的东西过去跟大家分享之外，有没有在纽约然后看到其他国家的分享让你印象很深刻的呢？其实我觉得最印象深刻的还是在妇女会训练的时候有听到别的国家的分享，然后就会发现就是真的是各国都是为了因应他们国家文化或是需求在做出努力，像非洲国家可能就会针对关于农业上去帮助妇女，然后有一个像在日本的话，我有翻他们册子，然后听他们分享，然后有一件事他们在做就让我觉得很有价值很有意义，就是他们会帮助，因为像日本他们就是可能妇女会结婚之后，然后但是比如说他们到了年纪大离婚，那对他们来讲经济上就是很大的困难然后妇女会可能就会去帮助他们，就是可能让他们有资金可以创业啊，或是辅助他们就业这块。因为确实，懂得给什么影帝婚姻底不会黑不送快给是非常非常不舒服的。可是迫于可能生存，也就是经济，他们没有办法去摆脱这件事情。可是当今天有人愿意去协助他们，或者是去陪伴他们的时候，其实生命就会出现转机，女生可能就会有更多的可能性。
他就会有更好不一样的选择。所以这是 Lily 的感受。那阿安呢？阿安在看其他国家的例子，有没有什么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我们还有邀请一个团体是从法国来的，叫做 What Dance Can Do， 就是舞蹈可以怎么样帮助这些儿少。好特别哦，很酷哦。他的整个他们的计划，他们的组织就是这个名字。那他也是我在肉搜全世界，你很喜欢肉搜，对，肉搜全世界用表演艺术教育在帮助这些贫穷儿少的团体之一。对，然后他们就是真的直接飞去纽约参与我们的这个论坛，成为我们的讲者。他就会分享说，在欧洲他们怎么样去用表演艺术这样用舞蹈去帮助这些不管是在战乱下的儿童啊，或者是在家里有状况的这些的儿童这样子。所以其实也不只是找出各种不一样的问题或者是现象，其实我们也可以用不一样的方式来去改变它们啦。那当然今年的主题叫做脱贫，不过顶配头一年了地盘雷，所以我也蛮好奇的，方如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像之前还有什么样子的主题，希望大家透过不一样的视角或者是角度带领大家一起讨论 say more 给发题目，像之前有什么样的议题呢？好，那像我那个时候2023，我们那个时候是在聚焦在这个科技领域的部分，所以那时候各国蛮多都是着重在就是可能疫情期间他们怎么利用这个数位的工具，然后来持续他们的这些计划，然后帮助女性不管是做一些线上学习啊，或是大家做什么线上交流的这种方式，那其实都也是学到蛮多的。我们自己去发表的主题也都是聚焦在这个科技女力的资讯力上面。对，那其他的话，我们那时候听到其他国家有一些主题是让我们蛮震撼的，比如说可能是在非洲地区，就是这些国家，他们其实还有对女性很残忍的那种割礼的那种习俗还存在着，目前还是有的。2024年的此时此刻，其实有一些地方是真的还有，不只是非洲，我之前有看到报道是印度也还有。对对对，其实那个真的都是对女性的一个很大的伤害，那就是他们也有在关注这些事情，然后希望就是透过就是力量开始推动。那不只是女性在关注，其实那一场的发表人，我记得也有男性存在的，所以其实男性也在共同的捍卫着我们女性的这些权利，然后大家一起共好。那其实还有其他主题，比如说像台湾有一个团队就是小红帽，他们是特别针对月经这件事情，然后去跟各个国家分享说，那怎么做去让月经平权，月经平权，那我觉得他们也是推动的蛮好的。因为其实讲到月经平权，它不只是在讨论到女生生理期的不适啊，我觉得它有一个蛮有意义的是，他们也去探讨说可以使用卫生棉。很多国家的女性们其实是没有卫生棉可以使用。那当然大家可能说啊，那就是一个选择，其实没有因为当你如果没有一个好的这个卫生方式的话，对于下面的感染啦，或者是病毒啦等等，就会有很多很严重的问题在滋生啦。所以其实我觉得透过不一样的方式，你希望做对本身为你大抽喊哈后某可以用给省办讽刺。对我来说，我们其实会常常会提到，女力啊，女生要自信啦，女生要美丽啦。可是我觉得其实魅力比美丽还要重要。但魅力是什么？我觉得就来自于自信。但绝大多数我们在讨论女生要有自信的时候，都在讨论外表，怎么样子的妆容，怎么样子的搭配，怎么样子的形象。可是有时候认真想想，我觉得内在是更重要的。你做得加油按到给你提了去后讨论，甚至嘞乃至都讲做得了去天数。因为当你今天可以去帮助别人的时候，你也要去提升自己。所以你想来谈条各位，等下都做了之后，我同大家来分享一下哈。可能听到这，大家就会想说，我也没有办法飞去纽约参与没关系，上好了嘞，啲推版就会有动精彩嘅分享啲，我同大家用下来做讨论咯。天数是帮忙的意思。对对对，天一只手啊，天数，没错。堂内後堂嘅各位好嚟到進來呢節目當中啦，啲見本日嚟認真愛吐太師家鄉下嚟去討論嚟去參與嘅事情嚟，其實就老亞嘅後生嘅社會有相關啦。我係做講亞道邊嘅後生嚟，其實都係一個名詞，最認真實同後生吼，比種講18歲啦吼。唔過咧，佢哋做嘅係一種形容詞，就係講唔知道自家同後生，唔想一本自家嚟，行下後生，行下有自信，唔係做嘅鄉下嚟去參與。我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呢，
其实是在一个国际上面的一个活动，是联合国的活动。不过现在台湾呢，我们接下来会举办分享会，跟大家一起共同来讨论。讲到的，其实我觉得离不开就是女力啦、自信啦。但绝大多数我们好像都在探讨说啊，女生穿西装啦，某种程度代表是一种权利啦，或者是形象上面的改变啦。好像讲了加有巴种啦，等等给讽刺，都得不应喊他夹，喊他有自信。但对我来说，其实在这个资讯的时代，你拥有更多的资讯，或者是你可以看见不同的视野，那才是真正的一种进步跟一种自信。所以我们就想要邀请大家一起来参与。不过要怎么参与？我们刚刚已经知道世界各国，然后世界各国有各色各用某空用给天凶，好像跟我们问题都可以挑战。那就邀请大家要一起来参与。但怎么来参与呢？为什么要参与呢？我就蛮好奇的。所以我们先来问一下 Lily 好了，很好奇你当时怎么会开始加入这个团队，然后一起想要来认识年轻女性到底还可以做些什么呢？我一开始其实我会加入，就是因为安邀请我，就是他有这个前面的筹备过程，但是他需要有人就是跟他一起帮助他去完成举办这场论坛啊，所以是被邀请我，就是这个友情压力就对了，也不是其实没有压力啊，刚刚那句没有压力。我跟安认识就是在那个我们一起参加一个活动叫做形象大使的活动，是，然后就是我们一起办完一场义卖活动结束之后呢，然后他就问我说要不要加入，然后我加入是有几个原因，那就是其实我那时候就是会觉得说，我刚从高中就是到大学这个阶段，然后我觉得在高中好像比较多是完成一个小组报告，但是没有就是好像真的去完成一件事情，就是很完整的这样。然后刚好就是他有这个机会，然后很神奇的是，我觉得这个是超多很棒的学习，就是包括你可以去纽约啊，去看这个世界，然后包括这是一个公益的，然后而且它又是跟艺术有关，因为我也是读艺术相关的科系。那你觉得为什么女生要来参加？尤其你这么年轻，然后你在高中毕业的时候，你就决定你要来参与，然后还去参加了这个形象大使的课程。那时候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动力？我觉得就是有想学习的心，这样。我觉得其实对于像可能台湾的年轻人来说，就是去多接触不同的事情，真的是蛮重要的。就是你需要去看这个世界，然后就是看你还缺少什么东西，这样去补足。然后那像这个活动就是一个很棒的机会，你可以去跟各国的人交流。然后你也可以到不同的国家，然后你也可以就是完成这个专案，然后就是去看，就是说，就是你在学校做的小组报告，像可能到这里来，你才会发现其实技能还不够。对，就知道自己还有很多值得继续努力的地方。对。不过真正参与完之后呢，你觉得除了这些技能增加了之外，对你个人有什么样子的改变吗？我觉得其实我在对生活的改变真的尤其是心态上改变很大，就是有很多觉得之前突破不了的东西，就是好像突破了，像是比如说比如说档案整理这方面吧，安真的教我很多，就是我觉得我之前就是会就是可能就是都传到云端，然后他们就不见了这种状况。对，然后但是因为就是要跟安一起做事嘛，所以就是也会从他学习。对，这我到底做了什么？就是无形之中给他很多帮助，你只要在那边就是一个值得学习的。哇，那接下来学到很多。就来问一下老师好了。那阿安，你感觉听起来超厉害的啊！那为什么一开始你会想要加入这个计划？怎么开始接触到的？你说年轻女力这个培训，其实就是在某一个那个 FB 的群组，又是肉搜，不是，在某一个 LINE 的群组，然后某个人贴的这样的讯息，对，然后我就觉得这个机会是蛮难得的，然后但是那时候就会想说，是不是要参与的话，因为还要上班嘛，那到底有没有力气做到这么多事情？其实犹豫了许久，对。但你为什么会真的想要去参与？是当时自己也想要得到一些改变吗？还是你觉得女生为什么一定要来参与这个活动？我觉得应该说我自己
曾经非常想要考外交系，这是一个很直接的相关的部分。然后再来就是我一直会对于不同的，不一定是文化，我的意思是说不一定是非洲台湾的这样的跨文化，而是不同的人在面对同一件事情上面，然后他可以有不同的解决方案或不同的角度，我就觉得这件事情是很有趣，甚至很值得学习的。因为可能在我们的习惯的地方，我从来不会这样想过。然后，但是原来可以这么做。比如说，好了，我曾经住在美国朋友家，然后要倒垃圾，然后他们家门口的那个垃圾桶是有一台车直接过来，然后把那个垃圾桶直接抓起来丢进去，都是自动化的。我只是举一个非常小的例子，他没有说美国就一定比较好，而是我的意思是说，原来你会看到不同的处理方式，那你是不是可以放在自己的生活当中，然后去思考说，那是不是这个是我可以值得学习，或者是这个我觉得我们本来这样子也不错啊。我觉得这些思考对我来说是有趣的，可以多认识到不同的面向啊。不过接下来我就蛮好奇，想要来问一下方如啊，有这样子不一样的体验，或是学习到不一样的技能，档案管理，又或者是呢可以看到不一样的文化。可是其实我们在探讨很多的是一个现象或者是一个问题。那大家今天来参与，可能我们想象的目标是我们真的可以去得到帮助，或者是可以去改变这个现况。可是如果改变不了的话，那这个参与你觉得它还有什么样子的意义跟重要性呢？我觉得因为这种现况有时候是一个很大环境的影响，我们可能一下子没办法改变。是，但是我觉得就是你先开始有这个意识说，我开始在关心这件事情了，那就是一个小水滴就可以带起后面的涟漪，所以就变成说，你开始有人关注之后，接下来你就可能号召到你身边共同一样关注的人，然后你尽可能就可以开始去影响这个社会。就是每个人都是一个小小的种子，我们每天都在播种。那哪一天雨水下来了，然后阳光来了，我们就会长大了。所以这件事情都是有可能在以后都是大家都可以更好的部分。对。但我觉得女性来关心这样子的议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站在一个老古时期的这个刻板印象啦，或是有懂得给科技给发明啦，科技的发明啦，还共东西给创造啦，就是创造一个新的物品啊。有时候其实仔细想起来，男生的决定权是比较大的，但是并不是说男生你们好过分哦，你们就决定这件事情，而是女生我们有没有先主动愿意去参与。然后其实我觉得这个参与的关键是在于这个商品或是这个生活样貌会更贴近或是更适合我们想要的生活状态。你不可能只是说大家都不了解我们呐，对，女生超爱这样子，你不懂我。可是你有没有尝试的先去理清楚说，到底你需要的事情是什么，或是我们可以实质上怎么样来去做？有可能加有人力先倾诉了，要在天凶，我们先找出这个现象，然后我们去原来是有这样的状况。好，那我们怎么去进一步的？这听起来很像就是 empowerment，就是赋予权利的这件事情。对。所以我觉得赋予权利这件事情，安觉得你重要吗？还是？我觉得可能以往我们，比如说在一些习惯上面，我们就觉得本来就是这样。但是因为这次是跟 empowerment 就是赋权有关系，所以我就会特别去查说，原来比如说我们可以特别去关注一些不同的议题，那我可以自己赋权给自己说，我要去 take care， 我要去更了解或更关心这件事，而以后或许我可以做上天数上一些什么事情。对，而且我觉得最有意义的这个天数是人人都有力量，我们可以透过不一样的方式，就有的人有可能佢可以懂会发明，很会发明，还有的人咧，你懂会去了解一件事情，他可以把这件事情报道出来，本行卡都给你知道，然后或许他们可以去解决这些问题，甚至呢有的人懂会去做表演啦，很会去做表演啊。其实有时候表演不只是一个娱乐性，它可以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表演方式，得到后面你意想不到的事情。所以接下来呢，你想会堂跳，各位等下就会同台去跟我们分享一下哦。你总得天数，不过我们可以用什么样子的方式来天数来帮忙呢？安说啦，可以用表演艺术教育。我用伴奏，等下得走来继续同台去跟我讲哦。
行天學堂嘅各位觀眾嚟到正論呢節目當中啦，今日嚟同大家來分享到就是做得天數 can help， 就是可以幫忙的意思啦。不過咧，亞嘅可以幫忙啦，我們其實是站在這個女性的角度，但是呢，我們不只解決女性的問題，我反而覺得呢，是帶領女生朋友們知道說，然後你做得了天數嘛嘅事情，我們可以幫忙來做什麼事情，然後我們可以邀請男生一起來幫忙。無所謂，你會對懂多嘅話題帶兩台起架向下來去做討論，然後這些話題呢，不只是女生的話題，其實是世界各地啦，或者是懂得給邊拉各地度角落裡面發生的事情，都是值得好好的拿出來一起去思考，說怎麼樣讓我們的生活變得更有品質，或是變得更不一樣啦。無所謂，三號來就會同台起架來共鬥啦。如果呢，你對這個議題也很有興趣，然後很好奇，想說到底在做什麼？女生真的有這麼大的這個 woman power 嗎？真的有這麼大的這個力量嗎？或許可以從分享會開始好好的去認識啦。不過這次分享會的主題非常特別哦，講到的是跟小朋友有關。那可以請阿安幫我們分享一下嗎？好的，我們的分享會的主題叫做在聯合國前歌舞綻放，因為重點就在於表演藝術教育是可以幫助貧窮偏鄉兒少的孩子們增加自信，然後進而改變可能是一代復一代的人生。那這是我一開始的提案跟研究的主題嘛，所以呢，在紐約的時候，我也邀請了不同國家在做這件事情的團體，而回來之後的分享會呢，我特別邀請台灣的家福中心的孩子們，直接到現場分享，還有跳舞。哇！不過為什麼會特別想要邀請家福中心？在這一次的邀請當中，有什麼特別的地方嗎？因為他們就是自己被舞蹈給改變，增加自信的人，就是完全就是 match， 就是他們的嘛，這樣子，跟就是就像是尼布恩合唱團一樣，他們就是被合唱所影響改變的人們。所以在這一次的分享會當中，其實可以看到小朋友帶來的精彩演出，它其實就是一個非常直接的案例，然後也希望可以拋磚引玉，然後讓大家可以去集思廣益，創造出更多不一樣的這個提案，或是不一樣的這個想法啦。沒錯。但除了在分享會上面有邀請家福中心的小朋友、好朋友一起來進行演出之外，還有什麼樣子的內容會帶給大家？還有一個很重要的部分是在提案整個過程呢，我做了蠻多事，我就肉搜了，就是用肉搜了世界各地不同的研究，包含了語言的，或是語言是怎麼樣改變人的學習力，就是因為語言可能就是跟唱歌有關係，還有就是你的戲劇，如果我的一些教育上面加上戲劇的元素是怎麼樣讓孩子們更容易學習等等的相關的一些研究會跟大家分享。而且我覺得語言其實蠻有意思的，因為每一個人你只要跟其他的人類接觸，你就一定會需要一個語言，包括到你嘅中文啦、中文啦、英文啦、德文啦、日本吧、韓國吧，甚至你嘅本土語言，像是我們的客語啦、閩南語啦，或者是手語啦，其實它就是一個溝通交流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環節啦。那既然呢，我們都講到語言了嘛，可以就來摸一下先從給閃避後朋友他剛引太氣感就抵動。不過另外兩位好朋友是客家人嗎？不是，不是。但是我跟你們說，語言很有力量哦，是有回憶的。聽說我們的邦儒其實就有跟客家話有關的回憶。這其實很好笑，就是國小都有鄉土語言課，然後因為我是閩南人，我就覺得學閩南語好無聊哦，又不是很常講，那我去學個客家話好了，所以我就跑去隔壁班學客家話，好有趣。然後結果技能呢，結果學一學，後來那個有那個演講比賽，不知道為什麼，就是我們班竟然推選我去選，然後因為要抽主題，又抽到一個主題叫什麼呢？奶黑給哈嘎尼。哇，那他怎麼講啊？我好像就亂掰，我好像後來說我其實不是一個客家人，但是評審反而會耳目一新嘛，哇，太特別了。可是那時候網上太緊張，所以我後來那個講稿講到有點哩哩啦啦，所以沒有上那樣子。但是我覺得好像完成一個我的里程碑，就是我覺得很酷哎。所以有沒有語言，它不只是一個溝通的橋樑，其實也是一段驚人的回憶。對。那其實說到 Lily 也是有一個跟客家的小連接。對啊，就是我奶奶的，就是我奶奶的母親，就是我阿祖，她是客家人，所以我奶奶也會講客家語啊。對，但是一起來聽聽。
但我完全不会讲。那他会跟你讲什么吗？你有印象？他只会跟我讲中文。那有没有什么口头禅是你印象深刻的？完全没有，没关系。那我们今天就现场来学一个，接下来你可以教你的小孩。那既然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个女生嘛，所以女生的话，我们通常女孩我们会讲 say more， 就是女孩的意思 say more。那如果呢是指一般的女性，我们就会直翻叫做心，试一次心。没错，心就是指女性的意思。不能闭嘴，对不对？对，不能闭嘴，就是心。但我觉得今天呢，更重要的主题其实是在讲到帮忙嘛。我们其实可以透过自己的力量，然后来去帮助这个社会，帮助这个世界。那帮忙的话呢，叫做天数，其实蛮可爱。它就是指说，添一只手给你。添一只手就叫天数，我可以帮忙你的意思啦。没错，差不多就是按哪个意思啦。所以我们也希望呢，台西嘎都得用它来去天数，鼓手来嘎子一样哈。有亚给熊吧，我很想要来天数，但我不知道要从何天数给发，或许就可以从分享会开始。所以要请安安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这个分享会的时间、地点，还有我们要如何一起来参与呢？好的，5月26号星期日的下午2点，在万华火车站楼上3楼台北市妇女馆。那请大家搜寻在联合国前歌舞绽放，在联合国前歌舞绽放，你就可以搜寻到这个活动咯。没错，但这个活动是要事先报名的啦。对，但是你如果当天就这样子闯进来，我也非常欢迎。蛮可爱的。在联合国前歌舞绽放4件位就会第5年26百年嘅時間，你下組題我有像台西嘎都得 Q 哈了去參加。那當然呢，其實會有這樣子一個分享會，也是之前有一個培力計劃嘛，所以我想要問一下方如果之後呢，大家參加完分享會之後，也想參與這個培力計劃，那我們要如何獲得資訊呢？好，那如果你想參加培力計劃的話呢，我們8月就開始咯，所以大家就要搜尋就是我們世界和平婦女會，點進我們的官網，在我們的最新消息都可以看到我們的活動資訊，就是歡迎大家來報名或者是轉分享。那培力計劃它有資格限制嗎？首先我們的培力計劃是補助年輕女性，所以就是18，其實 range 有到40，所以如果是在這個階段的年輕人都歡迎跟我們一起來參加這個培力課程。18到40歲，對，那因為是要出國嘛，所以就是英文有具備一定的基本條件。那就是如果你沒有去參加相關檢定，但是你自認覺得自己的口說聽力都很好，也沒關係，你只要就是敘述一下你覺得你的程度如何，我們都會再去審查這個按那個資格。哇，懂真的呢。那最後就是 Lily 要來幫我們做一個結尾啦。你自己覺得為什麼一定要來參與這件事情呢？請給我們年輕女性一個動力，一個鼓勵，好不好？必須參加的原因到底是什麼呢？就是像剛才提到的父權，就是要就是我們身為女性，然後就是關注這個跟自己很相關的議題，而且就是看這個世界，去到紐約。然後也可以就是培養你很多其他相關的能力。檔案的記得。其實真的不止這些，但是只是我就剛好說了這個這樣，這非常重要啦。因為其實我們一直說我們要擺脫父權，其實就是父親的父。但是我們一直在爭取女性權利的時候，女生真的有把這個權利放接起來嗎？我們有沒有賦予自己這樣子的一個權利呢？亞洲黑色本從有給事情，可能你很想要賦予自己權利，但你不知道從何做起。那我想就從培力計劃開始吧。希望明年呢有更多的好朋友可以開分享會，同台西嘎來分享哦。今日我哋十分嘅感謝3位好朋友來到節目當中同台西嘎傾下來分享，謝謝3位好朋友，謝謝。